2026年首季盡出口破2970億美元，內資企業仲未追得上 FDI 大鱷。截至2026年4月中，越南進出口總額衝破2970億美元，按年飆升超過24%。但亮眼背後 ，FDI 企業左出口總額80%，內資企業比例反而縮損到不足20%。受惠於跨國集團帶動，電子產品同埋手機等高科技板塊錄得強勁增長。目前貿易逆差達79億美元，反映企業正大量入口生產物資，為擴產作準備。內資企業喺技術管理同埋接軌國際市場方面，仲係面臨唔少樽頸位。越南需要全力重塑內資企業競爭力，發展配套工業，務求令增長更穩陣、更持久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